救灾行动继续咧进行，有真侪为全台湾各地到花莲的职工，嘛是家己早家时到出力。不过，伫咧较偏远的灾区，却传出有骹手无够的问题。另外，明仔载就是年假的最后一天，施教这志工的人数会减少，灾区的复原进度嘛是引起关注。 大家拢一支口刀协助灾民清理，对各公告职工拢集中来到救灾。光复乡的敦厚路灾情严重，灾民等了好几天，终于迎来人力进驻，连怪手都来了。不过在驻扎外头，依旧堆满泥沙与废弃物。别的地方都差不多了，我们这边到现在已经第4天了，到现在一直堆啊。我们怕那个卫生。我们这2、3天的便当哦，都没有人那个。 没人给你们。 说没有去领，要去那边领。问题是我们连代步的那个工具都没有，就是饭团，那个什么面包就这样果腹一下。花莲光复乡灾后第6天，灾民正摒扫工作到遮的依然是有问题。外关切民众是趁连续假期来到现场，赶紧斗3工。我们现在有几个部落反映，就是我们协助的志工有点偏少，那他们的这个清理速度比较慢。车站4个拢是家己主动要来斗3工的人，也过志工人多，分配一度也有问题。中央赶紧开设分配站调度，也过官民会坦白讲，偏远灾区协助的人也是无够。分配不均啊，麻烦一下，分配一下好不好？行政院长杜永泰2日报到现场视察，也拄到民众大声反映讲，这个分配问题，更加有志工摒扫，也拢有这个受伤的情形。雨鞋磨到那个脚，然后破皮。 不太能走路，有蛮大一部分都是外伤，就是各种这个擦挫伤啦、割伤啦，然后甚至有一些人是因为一直不断的铲土之后造成的扭伤。内科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有一些热伤害。赶紧治病药水处理患者的目睭，敢若一个医疗站每天就要治疗200人，也过年假已经要结束啊，有袂少职工嘛要全离开咯。 到明天才会离开，就整个连假都在这边。对。之后平日有可能有机会过来吗？我住彰化，可能就车程，因为我昨天光开来这我就开了8个小时了。就只有这一天比较有空这样子，明天还有其他事情，所以我从高雄来这边当天来回。 光复乡灾情范围真宽，重要真侪所在拢还未清理完，就惊假期过了后，平常时志工会减少真多，影响这灾后复原的速度。总统赖清德也下令，增派国军进驻，要拼中秋节假期进前，会使完成清理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